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民众党主席郭文定3000万交保，塔到7000万，创下政治人物上悬的纪录，就要挂电子卡条来监控。台中乌多摆内要过平交道，去互火车弄死。另外，市区公车从红灯差1点仔就撞到乌多摆。济州航空空难179个人死亡，韩国宣布哀悼7天，打找到乌阿伯，机长是捌讨救兵，讲飞机去互鸟仔弄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4月30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定，本地3000万交保，有悬到7000万，创下政治人物上悬的纪录，嘛就爱挂电子卡条来监控。欢迎讲到郭文定的秘书柯志如，讲伊目前无涉案的证据，就算柯志如也未到案，嘛毋是关押郭文定的理由，所以裁定交保。另外，新庆京、应晓薇、李文忠嘛拢搁再交保。地检署讲会依法提出控告。今天是抗告吗？主席用电子脚镣会不会觉得很委屈？民众党主席郭文定甲家后陈培基牵手同齐离开法院，交保金为3000万，经过台北地院经裁批悬到7000万重保，超过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世5000万，是最近几年涉案政治人物保证金额上悬。陈佩琪陈律师。一方面可能是他去要求检方那边给他解冻了某部分的钱，一部分的定存解除了，一部分他去找了应该是柯家的人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人。郭文定交保各计4000万，法庭35点进前撞到，各加由陈培基亲自办保，除了保金提款，也互法院要求挂电子卡条。办院合议中认定，虽然感觉柯志瑜无到案，也毋过证人拢无指出伊的涉案情节，无将被当作为属案理由。而且郭文定已经表明，两早时任党主席会降低继续接触被告证人的记录，只是伫其押庭上，检方主张柯志瑜捌协助办手机，互郭文定化名罗廷伟，甲律师联络，也正做想袂到的代志。事情的真相，我还是要再去清楚的了解，才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评论。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可能是 nobody， 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用我的名字。检方只有第三版护照，你怎么看？BB 笑面对镜头，我伫亲友的身边。同这个案的其他被告，台北市机关应晓薇、郭文定竞选前财务长李文忠，甲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伫竞裁了后全部拢交保，也毋过保金拢变悬，分别拢爱搁交1000至6000万。关键4名被告伫专案起诉了后，二度得到交保。北检回应，收到裁定理由了后，会依法提起控告。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定今仔下晡第2届交保，离开法院时，伊和支持者会手致意。按照郭文定去互检方起诉，求刑28年6个月。郭文定伫其押庭话要是党主席，甲党务交予立委黄国昌。不过民众党强调，这毋是点名爱伊接班的意思。离开台北地方法院了后，无被记哩甲支持者会手致意，含伫金华社甲政治现金等案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定第2摆交保，面挂着笑容煞无讲话。伫家后陈培基的陪同行入家门，伫前一间家庭中，郭文定提起家己也阁有几啊件的官司爱面对爱出庭。若无是党主席，规个党务无法度运作，需要交予黄国昌帮忙处理。希望法官予伊1礼拜时间，互我解脱是咧钦点接班人，也毋过民众党给了好人。主席的意思是说，请黄国昌来处理啊，他没有讲代理改选啊，是党内是有一个程序，是要透过党员来质询的啊，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指定的问题了。党有党的整个规矩。今天不是谁来钦点，那我们会把主席的看法，我们把它列为重点。那以现在情况来讲，我们有3个召集人他们运作都非常顺畅。
洪点名郭聪本人是批评台北地检署政治办案，只互瓜主席两条路，不是羁押，那无的事实。自诩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检察官，自甘堕落为鹰犬，在公开的法庭上毫不遮掩的逼迫柯文哲主席辞职。我也要警告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台湾民众党不会屈服，也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被击垮。民众党表示要全力支持郭文德捍卫清白。那郭文德确定请示党主席，目前会以党章由中央委员推举代理主席，搁伫6个月内办理主席补选。伫司法当局之下，安怎继续党务运作？民众党拢将会进入后郭文德时期。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防指控伫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伫土地开发案污洗500万。今仔日第2届出庭，郑文灿共款唔认罪。郑文灿律师嘛批评起诉书的内容是检察官的猜想。若检方是强调这案证人甲证物拢有犯罪事实是真明确。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桃园市长任内涉入华雅科技园区的土地开发备案，收取汇款500万块。30第2摆出庭，提前半点钟由委任律师戴英来陪同来到桃园地院，落车了后行真紧，行入去法院，全程拢无讲半句话。为什么司法不公啊？这是会再补充说明吗？涉嫌收取汇款500万块，郑文灿8月遭到检方来起诉，专案进入司法审理，已经有部分被告承认这个犯行。因为郑文灿第2摆出庭，依然是否认犯罪，由律师代为辩护。有没有监听译文 A 案当 B 案被滥用的问题？这个不方便讲，有没有滥用要后续调查才知道。对着涉嫌收钱的部分，律师辩护主讲起诉是根据前大学高层廖俊雄爸仔送钱的口径，检察官无尽到举证的责任，起诉书以劫书劫机带入检察官的猜测非常无专业。因为检察官是强调，这是事情明确的收受汇款的案件，实务上是真少看，已经有4个人承认送钱的这个口径，唔有这个送钱的方式，要有退钱的方式，同时要有人证物证，唔是干那只有 Excel 档案。整个案件的关键是在于袂用提钱办代志。郑文灿否认收钱要来拼无罪，检方强调证据充分，犯案事实明确，检辩双方伫法庭激烈来辩论。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济州航空发生空难，造成179个人死亡。韩国政府宣布全国要哀悼7天。目前飞行机顶的2个乌鸦巴拢已经找到啊。这机长是捌通报讲去互鸟仔弄着，要逃救兵。不过消防队应变的时间无够，未赴救援。政府讲未来所有共型的波音飞机拢爱做特别检查。南韩史上发生上界严重的空难过工，搜救人员继续伫武汉机场坠机的所在来清理检查。像机场2具乌鸦巴已经找到啊，机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外观破去啊，解脱时间可能要1个月。国土交通部30召开记者会讲，离到空难发生进前，塔台北发出鸟仔弄飞行机的警告。1分钟了后，机长就汇报鸟仔弄着飞行机，发出求救。5分钟了后，飞行机就摔落来了。Mayday 7층 했고요. bird strike going around 용어를 썼습니다. 因为真侪人伫问讲，为安怎地面无派遣消防车喷一个消防杀本铺来台面？国土安全部讲，猜测是因为时间未赴来协调。这个空难事件造成机顶179人死亡，只有坐伫飞行机尾下2个空服员活落来，其中1个男性空服员规身躯真侪所在骨头断去，伤着颔棍甲胸坎骨，有可能规身躯拢无大震动，也伫积极治疗中。代理总统崔尚武39个灵堂来致意，下令善后工作完成了后，对全国航空运输系统进行紧急安全检查。国土部是对国内所有共机型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来进行特别的检查。这摆空难死者因讲拢是韩国籍，除了2位泰国公民，3000公里远的泰国乌龙塔尼77岁老爸目眶红红，唔甘旅居韩国7年的细汉查某囝回乡探亲了后，今年拄到这摆灾难。ทำใจเอาสินะครับที่ไปคิดตั้งแต่นั้นคิดว่าเหตุทั้งใดจำเป็นมันเกิดอุบัติเหตุแล้วผู้ใดก็คือกั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ป็นว่าตัว
伫武安机场边仔开海鲜餐厅的业者讲，离岛事发时听到嘣一声真大声，因为是附近的油槽发生爆炸，行出看了，看到坠机的所在，高烟一直冲出来，然后佫听到连续至少有7摆爆炸。原来伊对空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附近常常有大间飞群来飞来飞去。南韩朝鲜日报报道，武安机场伫1999年金大中政府时期动工，2007年正式来启用。虽然附近5分钟航程外口已经有机场啊，不过为着讨好地方的选民而推进，伊有使用率真少，也捌出现民众伫跑道顶面拍险球的情形。另外，地点瓦郡湿地保护区，12000只冬天的岛礁前线停留，真侪和鸟仔弄到机会上悬的机场。这摆空难搁再暴露出机场地质选无好的缺陷。韩国代理总统崔尚木伫9宣布为这摆进行7天的全国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发声明致哀，讲准备好提供必要协助，也派出专家团队来赴南韩协助调查。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济州航空因为跑道伤低，飞行机降落时阵直接冲出跑道，弄到树尾爆炸。翻头看台湾的松山机场跑道2600公尺，其实是比人搁较低。虽然松山机场有一个 EMAS 软闸系统，飞行机若冲出跑道会当有存救的空间，不过减少灾害后果恐惊嘛有限。班机冲出跑道了后，卡伫草坡机上乘客为冲去倒升推离开机舱。2004年复兴航空班机降落伫松山机场的时阵，冲出跑道，敢若差15公尺就弄到围墙，一直到隔天又拖车拖走。运安会当时伫事故调查报告建议松山机场会当参考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对受限都市发展一甲天然障碍物的跑道去 EMAS 工程拿走系统减害。EMAS 本身是一个轻质混凝土的结构。那也就是说，当飞机在一定的速度撞到这个轻质混凝土，飞机里面的发动机跟飞机的蒙皮结构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所以这个轻质混凝土就会散成一个粉末状。运安会表示，EMAS 工程拿走系统使用紧脆的材质，会当吸收飞机冲浪的能量，特别适用到飞行低跑道机场。松山机场嘛捌伫面这专业介绍 EMAS， 就亲像是插杆啊搭起来，万一飞机脱离跑道尾站，会当有效降低飞机的损害。伫全台湾国际机场、桃园机场甲台中机场的跑道，拢超过3600公尺。高雄机场跑道原来有3100公尺，上机跑道相对上低，嘛是台湾国际机场唯一有装 EMAS 系统的机场。学者指出，无论是 EMAS 还是机场围墙紧脆的材质，拢是预防性设备，那是用伫即届济州航空事故，效果嘛有限。EMAS 也不是一个万灵丹，如果今天它脱离跑道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逃脱了这个 EMAS 可以拦阻的这个效益。那是有人嘛关心事故飞机机型737-800型安全议题，民航局表示，目前咱国敢若华航有10台737-800，机龄9.2年，已经要求业者检视航机起落架相关系统检查的次数、测试的项目甲记录，同时要求业者针对所有的机队，伫空机的时阵，若是拄到任何紧急状况，应该按照标准流程处理，甲地面联管单位保持联络，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6点外，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看到滨高道4机动拢降落来啊，佮内要过，结果去互一台货运的火车弄到，当场死亡。列车停伫咧滨高道顶悬，警方用白布甲遗体砍掉咧。台中港到大甲一间东正线的醒目长滨高道，30载起发生死亡车祸，7502次货运列车经过滨高道时阵，去弄到一台奥多摆，起司是当场死亡。事故嘛造成附近的路段大塞车。现场代替人员是表示，滨高道的号志甲位置拢正常，是起司硬要冲过滨高道才会发生意外。闯平交道，他是闯越平交道没错，正常动作的，对，平交道是正常做动作。对。但是他还是硬闯过去吗？我看到画面是这样子，栅栏什么一切都目前都是正常的。去互列车弄到的机车已经共要散去，暂时停伫咧路边。滨高道的保全是表示，这个骑机车的民众是为外埔往大界方向骑，当地离坎路是路行。不过对代志发生的情况是无愿意加讲。铁路警察局是强调，初步调查发现是机车的骑士硬要冲过违章进入滨高道，才会去互货运列车弄到。本分局同仁到达现场后，发现机车与货运列车碰撞，机车驾驶人明显死亡，死者为
男性，身份待查中。车祸现场经警方搜证完毕，于8时11分列车放行。警方讲死者是男性，身份也搁咧调查，那列车是已经开阔通行，真正的事故原因是也搁爱厘清。代替公司表示，这个事故计共影响到8个车帮，延误137分钟。记者台中报道。今年9月，台中有公车撞死大学生，市府宣布无限期大执法。不过，根据统计，公车车祸数量和死伤的人数拢比去年同期搁较济。今仔日甚至搁有公车从红灯差1点仔就撞到乌多摆，都有民众批评这大执法根本就无效。一台机车经过台中市西区英才路甲上北路口，不过一台台中客运公车直接抢红灯开前景开过，市顶一行的机车差点就公车弄到。事发了后，这骑车查某人赶紧回头看，敢若行一个，经过过程拢有后车给翕落来。因为我们的车速并不快，我跟那个婆婆的车速都40以下而已。那台公车大概有60到70吧，就咻一下就过去了。我跟那个婆婆，她如果再慢一点，或是我快一点，不是她就是我，就是被那台公车撞了。台中市公车9月2日发生弄死女大学生事件，事后市府宣布大执法。不过进前南屯有通联客运，市区的公车抢红灯，当场互警察抓来。代志过3个月，公车交通违规事件依然常常发生。警方讲会开发，业者也承认司机违规，会记大过扣奖金来处罚。显示以下违规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1项规定，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之交叉路口闯红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款。这个驾驶会给他记大过处分，他也会减发奖金。那同时，我们也会把他召回来做一个沟通教育。台中市交通大队统计，今年1月到11月公车交通事故总共583件，造成死伤23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8件16人。市府讲公车大执法是无限期的，政府也是安排稽查，不过民众却是无什么感觉。执法哦，好像没有那么积极，就是知道他们有在关心，但是好像没有很积极，就是在注意这一块这样。台中市交通局强调，已经要求各公车业者先尽管理的责任，相关违规的事项依照契约的规定来扣减1000到5000块违约金。警方也到客运公司来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不过成效真有限，也有民众无啥相信。记者综合报道。外来种青豆丁伫南部是拖规片破坏农作物，农业部伫高雄甲屏东开课训练民众掠青豆丁换种利金，今仔日开第1班，上100人来参加。专家掠青豆丁示范掠到了后，安怎拔起来？南部青豆丁伤济，农业部用民间示范来换种利金政策。高雄第一届训练30下晡开班，吸引100多人参加。额外胜算外快了，找时间打发，因为有很多从事一家不同行业。现在绿鬣蜥比较泛滥啊，因为我们家自己也有农作物，所以也是会担心。无同行业民众踊跃参与，有10多年拿宝经验的专家讲解指导，安怎找青豆丁以及猎的技巧甲装备，避免误伤民众也是家己。2个工具，第一个是钓竿套绳，第二个呢是蛇夹，一个比较安全的。然后民众比较容易取得的。都惊有民众故意饲来换种利金，农业局表示，青豆丁是禁止生团饲养的物种，会加强辖区内宠物店的稽查，嘛提醒生团的成本恐惊比种利金较济。有野外的蛋，然后去孵育成一个小的绿鬣蜥来教，我们有询问过专家，其实这个成本效益太高了，所以也可能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完成训练的民众会当领证合法掠青豆丁，奖励金依照大小计算，为喙到尻川孔较无30公分奖励金100块，30公分以上的青豆丁奖励金250块。那高雄、屏东同款第30开班，150个名额报名迄天5分钟就满额。可能会发给现金或是等值的礼券，或是说相关的这个同样价值的相关的农产品。屏东已经掠超过4.4万只青豆丁，创历史新高。因为农业部明年目标是掠到12万只。南部县市明年也会持续开班，希望民众做伙响应南部，赶紧控制青豆丁族群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就要过年啊！真南基金会逐年拢会办年菜募款的活动，不过今年的金额是无理想。以彰化甲园林来讲，370份的年菜，目前敢若总着2-3成的经费。基金会呼吁大家同齐做爱心，呼吁洗作群嘛会当过好年。
一家伙仔3个人伫灶骹无用底饭较菜，但是今仔日店头并无做生意。一份一份烧乎乎的饭包是店头家专工传要予弱势族群食的爱心餐。今仔的菜色有即个香菇肉燥饭，再来卤卵、青花。伊做一段时间啦，做一寡便菜饭拢互迄游民食。我甲阮囝咱做伙，阮3个团做伙开始做。仁安基金会彰化站逐日拢会提供食物，予有需要的家友甲弱势族群，有袂少店头响应，同齐做爱心。除了平常时的爱心餐，即阵特别过年咯，基金会嘛开始募集年菜，但是今年募款的情形无理想。以彰化来讲，目前敢若募到3成经费。彰化遮传统的产业较侪啦，所以讲今年的景气较歹淡薄，所以募款的状况较歹淡薄。神书馆外拢是泡面啊、米家的物资，咱因为今年用要过年啊，希望讲互遮的韩式食到较澎湃的物。咱是在113年7月份开始成立咱的园林站，目前神书的部分呢，其实咱的数量并无足多，所以咱目前的捐款像今年的年历到红包的部分，咱遮募差不多达2成尔。仁安基金会表示，彰化站、参园林站拢总需要370份的年菜甲红包，预计明年的1月13开始发放，即阵剩无2礼拜的时间准备。基金会嘛呼吁社会同齐来做爱心，予弱势族群有路无厝的人，嘛会当伫围炉面食一顿饱。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关心国际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戒严去予国会弹劾，而且尹锡悦连续3届唔配合调查接受审问，相关的调查单位已经甲法院申请逮捕令。这是韩国有史以来第1届有现任的总统互申请逮捕令。韩国警察厅的国家调查本部、国家攻击犯罪调查处以及国防部的调查本部，针对尹锡悦相关案件，组成共同调查本部。各伫12月18、25、29 3届团尹锡悦出席应讯，不过尹锡悦拢拒绝。调查单位因为安尼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尹锡悦的律师认为，简称公调处的国家攻击犯罪调查处无调查内乱罪的权限，设立共同调查本部嘛无法院依据。另外，律师嘛认为，公调处无申请逮捕令的资格，请求这个动作本身就无效。 각 규정을 아무리 검토해봐도 지금의 송달이 적법하게 됐다고 해석할 여지가 전혀 없습니다. 甲尹锡悦做伙辩被告的前国防部长金良显辩护律师指出，反对党讲总统依照职权宣布戒严是叛乱，所以家己认为弹劾总统甲三都预算是国会合法的权利，这是家己讲话袂对当。 늘 그래왔듯 선동을 통하여 국민이 선출한 대통령마저 끌어내리겠다는 중대한 내란 시도가 아닐 수 없습니다. 비상계엄의 비상사태인지 여부는 그에 대한 판단은 전적으로 대통령의 고유 권한입니다. 另外，共同调查本部嘛针对若得到法院签发逮捕令，去总统官邸逮捕尹锡悦的过程，官邸警卫对可能出手阻止造成冲突的状况，嘛发表书面声明，警告官邸警卫队袂使阻止逮捕行动，若无以妨害特别公务，也有滥权这个罪名追究责任。不过外电原有报道指出，尹锡悦目前已经有禁止出境的限制，法院也有可能以无逃亡的顾虑拒绝发逮捕令。 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前总统卡特过身，食到700岁。卡特较早伫咧总统任内宣布甲台湾断交，后来因为批准伊朗的国王走去美国，害52个美国人互掠去，致使伊总统嘛连任失败。不过卡特是捌牵成以色列甲埃及和平谈判，伫咧2002年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离港伫咧乔治亚州的厝内过身，享受100岁。卡特伫今年10月7日庆祝伊100岁生日，将做美国史上第一位临时级别前总统创纪录。卡特伫1976年当选总统，1977年开始的任期，促成以色列甲埃及伫咧美国谈判甲签戴维营协议，互这两个中东国家会当和平互动。 另外，伊也无定顺国会，或者是要求国会同意，就伫1979年甲中华民国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而且伫1979年4月7日签台湾关系法。Of the many affini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both had their origins in a vision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possibility. 另外，伫1979年，卡特批准对则被推翻，亲美国的伊朗国王流亡纽约治疗，引起伊朗激进分子走入去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52位美国人质444天。这件代志也成做卡特竞选连任似乎雷根的一大原因。一直到1981年，雷根就职的迄一天，人质才被放出来。卡特伫总统摕来了，1982年创立卡特中心，积极参加各种战争甲人质危机的调停，并且致力伫咧慈善工作，正受敬重。伊为外交走走，努力化解北韩、伊拉克、巴尔干半岛等地纷争，也捌伫1999年访问台湾，甲迄当阵的总统李登辉见面。伊伫访问台湾时阵讲，美国甲中国建交是正确的决定，伊无认为应该向台湾道歉。卡特2002年迄颁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伊几多年来为国际冲突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I have been blessed by graduating from the White House at an early age, enough so that I could use the prestige and the fame an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being president of the greatest nation in the world to have access to leade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the Carter Center.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美国前总统卡特过身，对台湾来讲，印象上深的，就是卡特任内甲台湾断交，走去甲中国建交。苏当时前外交部长听见前，都伫咧驻美国大使馆任职。伊讲美国向断交是互伊真切心。那卡特伫咧1979年签署通过《台湾关系法》，到今拢是台美政策重要的底底。A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st, 1979. 1978年12月15日，前美国总统卡特向宣布，1979年开始要甲咱断交，甲中国建交，对台湾造成重大冲击。一时反美情绪正激烈，来台谈判的美国代表团起互激动的民众包围车攻破东方玻璃。当时伫驻美大使馆任职的前外交部长听见人，回想46年前印象也真深。半夜3更2点多通知蒋经国总统，我3次放在华盛顿，最冷的一个冬天就是1978年的年底，那时候才发觉，哎呀，怎么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对朋友这样的对待？听见人回想美国为总统尼克森开始积极推销对中政策，希望联合中国制衡苏联。南方嘛了解美中建交是早晚的代志，不过无想到做法会这么粗鲁，伤害台湾人民的心。卡特伫1999年受邀请访问台湾的时阵，讲美国甲中国建交是正确的决定，因为有助中国甲亚太地区的和平，而且无认为应该为这件代志甲台湾回失礼，讲法引起议论。And I've seen a very wonderful improvement in human rights in China, with people given the freedom to move and to have make a profit in their own lives. 2019年美中建交40周年的时阵，卡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坦白讲，当年国务院有一寡人反对甲中国建交，所以拢是由美中甲中方直接沟通协商。对台湾，卡特表示，伫1979年签署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美台利益。不过听见人讲，当时是伫台湾全力说服，以及美国国会跨党派强烈支持，才有即马规范美台关系的重要指引。卡特这个人啊，简单说，他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他对国际关系啊，有的政治问题啊，他不是这么了解，所以在处理这些什么安全问题上，他往往要依赖到旁边的人给他的意见，主要的考量就是跟中共建交来钳制苏联。听见人讲，海军出身的卡特个性真强硬，而且对外交知影的有限，伫国际社会的现实决定甲中华民国断交，影响延续到即马，广告都留予世人来评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伫10月底做大水，伫瓦伦西亚自治区灾情上严重。有223个人死亡，4个人下落不明。民众都批评自治区的主席警报发布上班，救灾嘛拖拖刷刷。有8万人上街头抗议，要求主席爱落台。
8万名示威民众手举大声喊、香手甲罪犯，要求西班牙、瓦伦西亚驻地区主席马上落台，因也将数十台的铁牛开上街路抗议。因为今年10月底，伫西班牙爆发了严重大水，231名罹难者中，其中的223人就伫瓦伦西亚地区，目前也有4个人下落不明。示威民众谴责马上反应慢，一寡民众一直到大水，因伫城镇的时，伫下班的途中才接到警报通知，而且马上迄日也甲政府团队失联几啊点钟。根据西班牙国家部的报道，马上迄日当咧甲一名记者食饭，所以未当紧急处理危机。疏忽职务，佮加上公事起起倒倒，才互瓦伦西亚民众忍无可忍。那安尼救援行动也一慢，互灾民连续5日只当靠志工协助提供食物、饮用水甲清洁设备。虽然马上已经承认有毋对，也毋过坚持未辞职。Dimitisca el president de la Generalitat, perquè encara hi ha respostes que estan sense saber. Per exemple, on estava el dia del 29 d'octubre, en el Ventorro, que no sabem on estava. Va estar 5 hores desaparegut, entonces no sabem on estava i volem que per almenys que doni l'explicació si correspon a tots els valencians. No hizo su trabajo. Y el que no hace su trabajo tiene que ir a la calle, sobre todo con gente pública. 离到这日的示威行动是瓦伦西亚对政府表达愤怒的第3场大型抗议活动。瓦伦西亚的警方表示，11月7号到30，进行的2场抗议，分别有13万人甲10万人参与。另外，11月3，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甲王后雷迪西亚伫总理桑切斯甲马上的陪同视察瓦伦西亚灾区。灾民向桑切斯甲马上等落寡梅2个人伫随后的介护之下，提早离开现场。菲利佩6世甲雷迪西亚想要安大民众，面甲衫拢互落寡梅牵着。受气的民众认为瓦伦西亚驻地区政府事前疏忽，事后暗藏，拢无关紧拖延紧急救援，也谴责地方甲中央之间欠协调。总理桑切斯领导的中央政府无随即采取行动，调动充足的部队资源到地救灾，也无法度提示。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镜头看来看台湾，台湾有网枪拍片公开中国统战台湾的部署。上新的影片甚至讲目前可能有10万的台湾人有中国身份证。根据两化条例，若摕中国身份证，就会注销台湾的身份。陆委会讲会严格来调查。就可以拿到定居证拿到就可以换身份证了嘛？网红保障甲陈碧环家己所制作的中国统战纪录片，内面讲到中国是安怎吸引台湾人去创业，其中一个伫中国的台湾人讲已经摕到中国的身份证，而且意外个保留台湾的身份证、台湾的护照甲台胞证，而且有一寡中间人讲，伫即马大约有10万的台湾人有摕中国的身份证，引起大家讨论。这里有吗？我这个你看点例有吗？台胞证，台胞证，哇，台胞证不是哦，这是都没有。我说，那你如果办好之后，它是台胞证、居住证、台湾护照、台湾身份证，然后呢，我们问过领导，领导说不好意思，这不叫双国籍，台湾只是一个地区。长期伫咧关心台湾甲乌克兰议对影片创作者斯坦伊警告讲，这种手法甲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进程。大量伫咧发放护照的行为模式共款，要学者讲，中国可能就此以中国的法律限制领证的台湾人，要求爱配合中国的国安法甲情报法。如果你跟一个随便不重要的人，然后随便聊2句的阴谋论，也可以拿来做影片的话，那我只会觉得很可笑。不要认定中共同路人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话，那请问我们的反渗透法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官方应该去查，用统战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啊。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危险的是啊，我们一般人啊，整个台湾社会啊，毫无危机感。其实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之1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不应该伫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者是领护照，若是违反，主管机关会当注销伊台湾的户籍，失去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陆委会也针对这段影片回应讲，对相关统战手法将会严格审查，希望少数有心人士唔通想要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老人福利法修正案，明仔载要伫立法院拼三读。65岁以上所得税率无到20%，就免纳健保。后来国民党提出动议改做5%，不过卫福部表示，不管是20%还是5%，修法若通过，健保就会提早破产。
上建至2016年健保就要起价。在劳福法修法之后，那健保可能会遇到，就是说白就是提前破产。在115年，我们的健保安全准备金就会低于1个月的法定标准，而必须调高健保费率。卫福部30条开紧急记者会，对着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提案老人福利法修法，要65岁以上，而且所得率20%的老人免缴健保费。就算国民党团重新再修正动议，要调降为5%，卫福部讲社福有算相反受到败溃。劳福法修完，社福预算少300多亿，我们在健保这边也会少540亿。得税率没有达到20%，是你126到252的这一个所得集聚的老人。结果要一个也可能43万或50万的去补贴，劫贫济富，莫此为甚。提案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讲，伫拜赴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斗相共缴健保费，拢无享受到就是非6都的屏东这县市，总共600多人无纳入，无符合医疗闭关，坚持劳福法一定要通过。他说这样会造成健保破产，胡说八道。然后呢？又跟医界5大团体说，这个会影响到健保的给付，健保收费跟医疗的给付是2码事，一定要过，不过我一定跟你拼到底。把账面上的贫穷错当真正的贫穷，那我们反对在缺乏社会讨论以及政策评估下的粗糙决策，更不应该加深世代的对立。医改会是开放态度讨论现行制度，不过也烦恼讲目前修法无配套措施，会无法度保证真正有就医困难的族群。也来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提案修正改法第25条，要有65岁以上，也是75岁以上老人陪伴者，这大众运输、进入康乐场所、甲参观文教设施，拢会使享有半价优惠。交通部讲，伫无明确甲稳定有算来源之下，呼吁暂缓修法，避免冲击民生。记者综合报道。那在卫法修正案3读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敢就要定编的。虽然主计长和财政部长拢公布要定编，不过民进党的立委是建议行政院长卖签名、卖附书这条法案。明年度的总预算本身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好，那么可能甚至需要重新的编列。立法院3读通过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行政院顶一日召开记者会，讲明年度的总预算可能要定编。不过，国民党立委问主计长甲财政部长，因拢讲无注意到，希望质疑甲行政院无共调。请问你有听到李发言人提到重编2个字吗？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注意到。部长，你没有听到？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不接受是不是？发言人原意啊，是对未明定施行日期所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表达忧心呢。财政部指出，在卫法3读修正通过了后，中央保护地方的财源还阁增加3753亿元，占整体税收的9%，影响的比例有到28%，会严重冲击到中央施政的能力。民进党立委吴秉瑞问讲，敢是已经收到在卫法修正的公文？因为行政院若要复议，就要伫咧收到公文的10天来提出。我建议行政院不要附属这个法案的，那衍生的宪政争议由宪法机构循宪政程序解决，这是我的意见。吴秉瑞表示，若是上紧今仔日就收到公文，嘛要伫咧1月初8或者是初9就提出复议，建议卖附属。但小组讲，若是复议甲实现失败，编预算有困难，都要减差不多30%。目前还阁伫咧研究应用的措施，行政院嘛会提出复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嘉义梅山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干那12.3公里，有影真浅。附近的森林、南投震度拢有4级。气象署表示，这届地震和梅山的断层20多公里，应该是无关系。不过气象署嘛警告讲，梅山断层若发生地震，规模可能会是9级1大地震的程度。半暝3点外，嘉义县梅山乡山区的办公室吊牌摇来摇去，因为当时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干那12.3公里，有真侪民众拢互害惨。摇头前摇足大个，都5级1哩。4点几级的，决定惊。啊，迄顺利啥？我迄阵伫困啊，去摇精神啊。震央所在地有人听到地鸣声，嘛有人互摇醒了后困袂去。周边亲像是嘉义市南投森林顶地貌4级的地震。今年嘉南地区地震真济，但是8年前梅山乡发生过规模7.1的大地震，这个又个是规模5.1，真济民众烦恼这两个有关联。在相对位置上面是比较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判断今天早上这个地震它基本上是一个破碎带。
它不是一个断层系统所造成，它的一个位置空间是不是有相对一个缩短或是抬高？他们就可以开始判断说这边是不是能量一个累积的部分。那就目前而言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能量累积的一个状况。地动中心表示，今年度嘉南地区的地动拢是以坤震的方式来表现，但是30号这个地动甲坤震的关联性无大。这2档观测到梅山的断层，嘛无发现能量的累积，加上这个地动距离梅山大尖山顶周边的断层嘛有10公里以上，研判是甲断层带无关系。现在的震源机制跟这个所谓震度分布呢来看，跟这个梅山断层有很大的相似性哦。但因为它目前定位是靠近山区的部分呢，最靠近它的断层呢，反而是大尖山断层或是出口断层。学者嘛排除梅山断层甲这届的地动有关联性，不过地动中心嘛提醒，梅山断层若是佮引发规模将近接近921大地动7.3级，统计嘉南地区今年有123件的地动，其中有26件非常有感，民众还是爱做好的预防措施。记者林慧婷、王柳婷、林昭宽、谢基文、嘉义台北报道。明仔载是今年上尾一天，真侪人要参加跨年晚会。不过要注意哦，明仔载吹东北季风，北部的低温干那13度，天气乡亲要跨年就要穿雨袖。若元旦早气温较高，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2015年第一天的日头光，恐惊是看袂到。这是今届2025年台北101烟火梦境预告，真侪民众准备烧酒要来去看烟火。气象署提醒，拜二迄天各地早暗温差真大，透早全台高温大约是19度至25度，若到暗时北台湾上低温剩13度，中南部低温只有14度至15度。要参加跨年活动爱穿雨袖，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真强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要看到跨年烟火，建议爱徛伫咧风头看较清楚。在风力上面是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而且盛行的是东北风，所以说如果说要观赏烟火的话呢，我们还是以这个上风处看到的景象会比较好一些些。今仔元旦迎接2025年头一撮日头光，气象署表示，元旦迄天拜三台湾各地水气会增加，云嘛会较高，到时全台拢会落阵雨，要看到麻雾啊光可能较有难度。日出的时间比较早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云量是比较增多的，所以说曙光的话，可能附近的云量都是比较偏多，要碰碰运气。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这个拜五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各地温度会略略下降，北台湾天气真淡冷。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几日啦温度变化真大，要随时留意上新的温度资讯，避免感到。记者陈阿雪、林旭凯台北报道。真侪县市拢有办跨年演唱会，即阵有不少人去到现场自捧布自瓦，或者是大布白咧占位。高雄市府讲，袂强制清场会加强巡逻。若屏东县府是有要求厂商甲占位的物件拢爱刷走。舞台工程搁伫收尾，头前已经有帐篷甲滚来野餐垫，顶悬留电话并写明袂使刷叮当。离年底跨年演唱会搁有2天的时间，有屏东民众29透早特别到高雄跨年演唱会现场占位，嘛有民众27就来搭帐篷占位。前天大家都认识，所以喜欢的要看的人就很多。来看焕然小熊的，今天早上才过来的，从屏东上来。民众大包小包来到现场，为的是近距离欣赏歌手的演出。面对民众提早占位，高市府表示袂强制要求清场，但会请警方加强巡逻。毋拿高雄，袂少县市拢有举办跨年演唱会。屏东27舞台才做好，隔天就有民众来占位。就我们都摆在边边，他说不要碍到他们路。改好了再过来了。好，还不确定要改哪里，会影响到他们那个作业。占位的行为影响舞台作业，屏东县政府表示会请厂商协助排除占位的物件。我们预计排除的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好，今天下午3点，我们会把占位的物品做排除的动作。那也希望民众呢，能够在这之前把物品自行领回。文化处呼吁民众赶紧将占位的物件领回去，嘛提醒演唱会现场30才开放排队，但需要人亲身到场。若是放物件占位，同款会排队，以免对到场排队的民众无公平。记者陈环宇、并招管高雄屏东报道。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去年6月发包征收，虽然即阵还未完工，不过龙虎塔已经有结一寡彩灯。有民众是感觉真特别，不过嘛有人是嫌歹看。
离到暗时来到高雄有名景点莲池潭，网友发现地标灵火塔，画出蓝色、感色、旧色、红色、桃色的灯光，呈现无同的风貌。由摄影师去莲池潭，甲翕到点灯了后灵火塔。不过，这画面也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讲无好看，也有认为敢若走马灯大型的罐头塔同款。我觉得呢，我喜欢看这样漂亮的来宾。所以你觉得它是美的吗？不用那么五颜六色，我觉得它可以用点灯光，但是可以再多凸显出，比如说那只龙和那只老虎，让它更明显，可是不需要用到那么绚丽。灵火塔因为老旧的问题，2023年大家开始发包来整修。这阵7层楼高的灵火塔点上这灯光，甲以往无啥同款。有一寡旅客认为讲也会使来调整，不过灵火塔所属的主设讲是强调，灯光这阵也伫咧测试，也未定案，包含整修的工程在内，明年1、2月才来完工。电灯我一日去火啊，单做好的啦，过医疗的啦，过已经快好卖啦。我哋在毋是政府的。网友对着灵火塔点灯的批评，主设讲之位也无啥认同，讲灵火塔是一个庙方的财产，水吧也是规划设计拢是庙师来决定，无需要外界详细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高中甲高校有一种学历检测，各县市会使家己决定敢要参加。台南市位自2011年开始有实施，学生的成绩若排伫咧尾啊30%，学校的老师都爱和辅导团来观察上课情形。有真侪老师反映讲压力实在是真大。投诉拍开系统看测验结果，要了解学生对一个部分较袂晓。这是今年学历检测的结果。台南市教育局110年针对国小3年到国中2年，特当做一摆测验来检视学生的学习成效。其中成绩若伫后壁30%的学校，地方来做辅导对象，老师得互辅导团来观课，煞引起讨论。其实嘛是爱考量到学校的行政作业，有需要迄个接受辅导的囡仔，莫用强迫的方式，互这样代志会当愈弹性。我感觉那是愈好啦。对老师跟对学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为什么？本来在分配学生上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特殊生，一定会把整体的成绩拉下来。用这种捞数据的方法来制造校园里面的一种恐惧恐慌，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日前嘛发起联署，针对这款政策，台南有4600个老师拢反对这款做法，感觉压力真大。甚至有学校为着要提升成绩，互囡仔一直写公马题，因批评这是咧行回头路。工会理事长讲，学生成绩歹，因素嘛包括家庭甲社会等，袂当干那拢怪罪互老师的教学方式。可老师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反弹？是因为老师的观课，其实在法令上是我自主性的认为我教学需要成长，所以我才来观课，而不是教育局认为你的教学出了什么问题。希望学生囡仔的学习的表现会当提升，啊，要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所有老师共同来提升伊的专业职能。那这部分是教育局诚心要来做这件工作上原始的目的。教育局回应，并无强制要由辅导团安排，卖使家己邀请校内外专家老师入班观课，通帮助改善教学。嘛讲后续会参学校加强沟通。高三工会建议，教育局应该甲专业见识的自主权交予学校，互因选择上适合的进修方式。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蔡水瓜舞蹈社是台北市市定古迹。今年7月开始，基金会甲市府签3年营运契约。基金会表示，12月中应甲文化局提出明年营运计划，到打算拢还未审查。若文化局是讲基金会计划有欠资料，已经要求伊来报警。蔡瑞月，把蔡瑞月的舞蹈社还给蔡瑞月。台北的市定古迹玫瑰古迹创水怪舞蹈研究社，长期委托创水怪基金会经营，是推动台湾舞蹈艺术人权教育的重要基地。今年7月，基金会甲市府签订3年的委托经营契约，12月中影响文化局提交114年度的营运计划书，要以8年创水怪做主体，开放人物型古迹原貌和空间规划，希望让大众国际了解创水怪的文书意义。但是基金会指出，市府的态度消极，针对因的计划书到大陆也未有现在回应。作为一个国家，对一个艺术家，重要的要有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空间，把国际舞蹈也纳进来。那在台湾已经是开枝散叶，这么重要的一个舞蹈家，我们希望百年蔡瑞月，台北市政府
应该跟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创水国基金会30透过记者会说明，因未来针对高级文化和拍摄要起新建物的相关规划，希望创水国舞蹈社未来通正做一个世界性展览表演的空间，嘛通有舞蹈实验学校的练习空间。学者认为，市府应该尊重高级和创水国基金会的文书关联性，才通互文化资产影响。我们的文资法里面也有既有的条例，是可以支持，就是像这样子的案例，它应该公部门主管机关和这个相关的紧密相关的社群，其实是可以平等的、无偿的、对等的来讨论如何让它永续共好。针对玫瑰高级台北市府强调，这是市有财产，嘛是市民的财产。也若审查进度的问题，文化局表示，因为计划书要搁要补充财务计划、人力计划和日常维护计划等等的资料。也若讲要增加建物，嘛就要提出修复再利用的计划，这拢就要等基金会补件以后，才会当搁送审。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看册，文化部有协助公共图书馆，读者只要借一间电子册，就会补助12块，予平台业者、甲出版社、各作者。有立委希望这补助调悬到15块，不过文化部讲这牵涉到地方的财政，暂时未调整。为着要鼓励民众看册，文化部协助公共图书馆推出电子册借册服务的补助。民众只要借一间电子册，图书馆就有12块的补助，其中3块予平台业者，9块予出版社合作者。30立法院教文委员会在审查文化部114年度的预算，有国民党立委指出，目前12块的补助实在上少，建议文化部调悬到15块。希望文化部能够彻底检讨这个策略，否则我们这个出版业倒成一团了，都已经是寒冬了。我觉得是冻结是要提出你们更积极的方法。但是有民进党立委指出，一寡毋捌看过出版业者刷得电子册借册排名赢过亲像亲子天下这寡出名的出版商，就烦恼业者利用无正当的方式冲点约束提补助，要求文化部改正老旁。我们怀疑这个借阅机制其实是有问题。那一旦钱变更多，如同柯委员争取到12变15，那漏洞只会更大。但背主嘛表示，这些影视作品的成功，拢是徛伫出版品的基础去改编，也是创作，嘛建议文化部甲补助调悬。另外，出版工会指出，比起借电子册，目前民众多数要是惯习看纸本的，无论是电子册还是纸本，因拢希望文化部会当增加补助买断的方式，才通真正帮助到出版业。这个政策，我感觉是好的啦，可能唔通排挤卖断的一部分啦，安尼。借纸的，甲借咱这个电子的，差不多，咱电子的才差不多17%了，无甲借纸的80几%咧。针对敢要调悬电子册借册的补助，文化部是回应讲，这牵涉到地方的财政，爱搁沟通重新规划，暂时未调整。也若买断的部分，文化部是打算运用变互电子册的预算刷一寡经费过去补助。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较早阿里山开发山拿，互嘉义市有木刀的名声。为了要推广木刀3点控的政策，嘉义市举办建筑设计比赛，希望互都市更新的危险老建筑会当运用木造建筑法。设计师向大家绍介作品的想法甲理念，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甲台湾的建筑设计团队，以家己木刀的概念，用木构造建筑的手法设计建筑作品，即马伫嘉义市博物馆展出。教练因逐个查的设计、查的时间，拢就有经验，用这个教练的这已经有的这个专业来示范互这个参赛者，参赛者甲将这作品示范互一般的民众，安尼一点一点，咱来创造咱规个这个产业链的紧密关系。嘉义市伫8月，要邀请学者甲建筑产业业者讨论用创新的木构造建筑来推动木刀3点控的政策。即马搁用建筑设计比赛向民众来示范。不过业界人士却认为，这种工法的成本悬，主体建筑搁无成功的案例，需要时间来观察。即马土地已经太贵，这木材的成本会高啦，你的成本搁增加起，以一个建商来讲，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困难度。这种的除非就是讲，政府方面各方面有都来配合，才有达成咱这个目标啦。阮即个这个净土，就是要做一个示范，互大家讲，其实差厝会使安尼起，这个问题会使安怎解决，伊的计数差不多偌济，互大家为对这个差厝有信心。市政府表示，这展览的作品是一个参考，目前嘉义市美术馆就是用这种建筑工法。
刷落会成为公有建筑使用墨刻国技术，未来会规划奖励甲补助的方式，促进民间的建设，希望带动民众参与整修木造楼厝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15度到22度，南部地区16度到25度，东部地区14度到23度。华岛地区12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